当三仙台的海岸边，昨暝8点外，有袂少的民众听到轰轰叫叫甲真大声。中山科学研究院来证实，是咧进行飞弹的试射。先是一枚天宫2型的飞弹发射升空，接落来，屏东的基地嘛来发射一枚天宫3型的飞弹，直接伫个南势的上空，成功倒来拿夹到进前迄枚天宫2型的飞弹。嘛有亲目睭看到的民众，大家拢真兴奋。暗时，台东三仙台沿海向向出了一粒真大粒的火球，声过够大声。这随着火球一直升空，最后变成一个光点，伫夜空消失。你在做什么？看飞弹。等很久了吗？太兴奋了。有等很久吗？有啊，等很久。超久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我6点就来了。民众听到飞弹试射消息，早就到现场来等，果然看到这个难得的画面。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伫昨暝伫台东试射这粒天宫2型飞弹，所来伫屏东九平基地发射一粒天宫3型飞弹。伫咱水天顶成功砸到这粒进前发射的天宫飞弹，依照渔业署的公告，中科院分别伫6月11、12、15、16这4天，伫台湾东南部的外海进行火炮的射击。中科院表示讲，这是依照国防部战略指导甲军警作战的需求，执行各项武器系统的研发、生产甲制作，所有测试拢是依照规划伫执行。所以讲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民众真好运，我都看到这个难得的景象。